亲爱的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这是咱用欢喜心情哈，咱来唱今仔日要吟的圣诗哦。新圣诗201首，新圣诗201首。上主做我只好木匠。这个拍子哈，不要拖拍哈，记得这首哈算是中版啊，然后后面2拍而已，不要拉到3拍哦。咱第一整个来1摆啦哈。这种新的歌，这些要注意拍子。上主做我只好木匠，我无欠过一条七水草坡，予我跳起山岗接水边。OK， 好，换第2首哦。第2首是121首，121首，上帝听读赢过一切。这无啥共款的谱，无共款的唱法吼，咱来哦。上帝听读赢过一切，一点欢喜甘露地，有你点我比你心来，献出你的大平安，救主你是主的怜悯，你的无限纯净，将你救恩真实光明，今天我家呀的心，来1摆，救主上帝啊！求你永远被你心来，献出你的大平安，救主你是主的怜悯，你条无限纯净，将你永远真实光明，今天我家呀的心。练习到这，咱来准备来敬拜赞美。顶礼拜搁偌济，咱煞食咱同款用主搁我迄种欢喜的心情来学了主。请咱来大大开嘴，来信心的大大充满伫咱当中。哈利路亚！请咱大家起立来敬拜赞美。心我的学了主，亲像早时代美好。相信我的心，我要学了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学了主，我要学了主，亲像早时代美好。
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好。用尽心思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美好。用尽心思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敬拜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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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美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爱比性命较好。主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主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我的眼睛主爱我你。比性命较好，主的主爱比性命较好，主的主爱比性命较好，我的眼睛主爱我你。比性命较好，奉主的心，来仰天相求，奉主的性命，来仰天相求，我的眼睛主来我你。性命来要去相求，奉主的性命，奉主的性命来要去相求，奉主的性命来要去相求，我的眼睛主来我你。去相求，将来也去相求，来拍拍我的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爱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请坐，请坐。主，看见咱儿女敬拜的，因为伊是荣耀的主，伊是咱所敬拜。个真个爱主，又真又活的主，感谢主，荣耀的呼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我的能力，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我的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一正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正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请咱同心三甲来祈祷。主啊，爱上帝，你是阮的上帝，你是各真各活的主，我要趁早来找求你。主啊，我要伫你的圣殿来朝见你，为着要看见你的荣耀甲荣光。主啊，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阮的嘴唇要来学乐你，我要趁阮要活的时来学乐你，来感谢你，来敬拜你。我要一生来尊戴你，一生要活出荣耀的呼调，来勇敢按着所插的标来跑走。恳求主你加添阮能力，加添阮信心，加添阮愿望，加添阮智慧甲气力。感谢主，阿拉主，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感谢主，将荣耀归给主。
厝地若毋是耶和华起造，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磨；城市若毋是伊耶和华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警醒。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即时请起立，咱做伙吟诗阿罗主上帝。新诗201首，上主做我记号录者，咱吟全首。请坐，咱即时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阿爸上帝，阮的主，感谢你拣选阮诚做你的囝儿，会当认捌你是阮上大的福气。你赐下你的独生囝耶稣，诚做阮生命中唯一的拯救。你要爱阮常常喜乐，不时的祈祷，凡事的感谢，求你使阮有顺服感恩的心，有聪明的智慧。你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阮脱离讲白贼话的人，帮助阮脱离迄个歹的路，引带阮行正义、公义、正直的道路。主上帝，阮求你伫阮的教会来掌权，引带教会众兄弟姊妹为着教会的复兴来跑走，互阮彼此相听连结，彼此同心，彼此行公义、好人民，甲主同行。愿主信心甲阮三角伫地。阮今仔日的礼拜摆咧伫你的面前，所有的荣光拢归主上帝。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
请献开成圣诗，后标明启英文31。启英文31，成圣诗1055页。现着我来读，请做来引。主题若毋是上主建造，啥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晚晚去困。上主所听的人，今日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种地打摆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做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释安赐福予你。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大家是圣歌队献诗，今仔日所要献的是，伊来唱人来。请今日咱即时做念新的界面，
请你着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家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爱听厝边亲像家己。总了解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安尼三听。恁若三听，尽人要为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大家，我来强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在圣经以赛亚书第6章。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现着我来读，请这大家来听。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当乌西亚王死迄年，我看见主坐伫悬悬的宝座，伊的衣服随路满殿，伫伊的顶面有西拉宾军队伫徛，阁有6个狮，用2个狮抓面，2个狮抓骹，2个狮伫背。即个像，迄个好讲，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耶和华，伊的阳光充满全地。第4节，门厅因为唱好的声来震动，殿就烟熏满满。迄时我讲，我有灾厄啊！我灭无啦，因为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孤踮伫喙唇无清气的百姓中。因为我的目睭有看见王，万军的耶和华。第6节，有一个西拉宾飞来挖我，伊的手摕热热的炭，是用火钳对单顶摕来的，将炭下伫我的喙讲，看，即个下伫你的喙唇，你的罪过就除去，你有罪恶就赦免。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是谁？我通找是谁啊？是谁要为阮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以上。下面是国全牧师的讲道，今仔日所要讲道的题目是长远超车、弯道超车。我将时间交予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后顶礼拜是耶稣基督过活的日，嘛是过偌济。每一个礼拜日，咱拢会当家看做是耶稣基督过活的日。因为咱伫7日的头一日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伫过偌济了后，我看到即个银行拢足侪人，即个提款机拢足侪人伫遐咧提款。我奇怪，哪会遮侪人？原来是大拢去领6000安尼身份证号码，阁有健保卡号码，起的，就招6000块出来，感谢主。你有没有去领6000块啊？没有，好，赶快去领感谢主咱的落地应该最近拢会加6000块。愿上帝想帮助咱接续咱嘛会当看到咱的教会奉献的数字嘛会提升。有阿门无？好，感谢主，咱同心做来祈祷。听堂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会听甲阮同在。是阮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上，因为基督有过我，互阮看见过我伫阮的生命内面，互阮得到改变，互阮的生命得到能力开力。因为主你有赐下圣神伫阮中间，赐了圣神伫阮的内心，伫阮的教会，伫阮的生活，伫阮的家庭，愿圣神来更新阮，成做阮的开力。基督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
咱知影讲为什么伫高速公路顶面，照你讲高速公路应该是直的才对，但是为什么你开车开伫高速公路顶面，当时是弯的？吼，特别是即个第2条高速公路吼，国道3号、国道3号，我打开始开是讲，即条路较会较弯，吼，为什么高速公路设计是爱设计弯的？有人知影？哦，有3点，就是讲第1点，咱的视线，驾驶的视线，若是伤直，你会感觉讲，念伊你就会疲劳，就会爱困。啊，若是弯的，你头前无路，你就会足警醒，你就毋敢，毋敢目睭闭起，你就会安尼战战兢兢咧开车。当然，咱即马拢提醒毋通疲劳驾驶，毋通疲劳驾驶。但是咱看到讲，为虾米高速公路顶面是爱有即个弯道的设计？第一就是要避免驾驶过头的疲劳，因为边仔景色若拢是直的，你会感觉讲迄就是直的，足好开的，就念伊就会拄久。这是要刺激驾驶，即有即个弯路的设计，互咱感觉着讲头前无路，你的速度就袂当伤紧。这是第2项，要避免咱的速度过头紧。第3就是讲，嘛要防止真侪真好的车高速公路当作是咧试性能伫遐飙车，所以有3种要提醒驾驶，就是讲莫疲劳驾驶。所以伫弯道，咱看到弯道，咱会减速，这是驾驶第一个反应。第一弯道，你会小心开，特别是开山路的时，特别是开山路，因为你若转伤紧会安那？会飞出去，转伤紧，你会安那会出车祸。所以转弯是要考验一个人伊的驾驶。但是咱看到伫转弯有当时转一个弯，山路伫转弯的过程，明明是这个景色，但是转一个弯所看到的景色甲视野，甲进前转弯进前是无共款，无共款的。去年上联去即个36弯的公路，哇，弯弯滑滑，爱经过弯弯滑滑的路，才有法度到伫山顶。上帝想帮助咱知影讲，伫即个路真会当讲真无聊，因为安那美国的路足直的，我知，但是你知影开甲会困去，有当有美国特别是较偏僻的路，拢足直的。开车开几6日，咱台湾的路较少即种路，咱台湾的路较侪是弯的。当时景色明明是安尼，但是转一个弯，就无共款的景色。所以转弯的所在是要互人放慢速度，放下骹步，而且毋通伤紧，因为你伤紧有当时会跋落去溪坎，造成车祸人亡。有当时转弯嘛要考验一个人。伊开车的技术，咱人生嘛有真侪的转弯，所以转弯是要互人保持警觉、保持注意力。现代人的生活压力真大，所以有一句话讲：生活爱放空，放啥物货？放松嘿，放若会当放假是上好拄着放假休困。所以咱即马做者少年人去应征毋是讲咱会当加偌济班，是咱会当放偌济假若放假伤少我感觉讲即个头路无好，该换一个。所以这是即摆少年人咧找工课。较早人是安那有班通加就加过去迄段真侪人拢有经过，就是咱的台湾的经济的基础真侪人安尼行过。但是即摆人较重视休闲所以放空、放松，也是放假，可会当放风，这是真好对咱生活真好，会当得到短暂的充电。
通常伫赛车的运动吼，这赛车的运动毋是咧飙车哦，吼，咱知影讲F1 的赛车，也是即个拉力赛，当然这嘛是考验一个赛车选手吼，伊的心脏，伊有即个高压的心脏，甲伊的反应，吼，甲伊开车的技术，通常伫长弯的所在有法度超车，伫线的所在真恶超车，因为逐个车辆的性能拢真好，所以这车手伫长弯就咧考验伊的技术。圣经中真侪人的性命中间嘛拄着长弯，所以每一个人的性命拢有拄着大大细细的长弯。每一个长弯拢是上帝互咱无共款生命的经验。虽然伫逆境，互咱的生命的速度变慢，甚至会停止，但是这等到这个经验会当累积，你后一次会开力，后一次咱的动力。所以超车爱伫长弯的所在，吼，超车进前虽然放慢速度，但是过了这个弯，当互你有动能甲这个开力。圣经中人知影讲约瑟，吼，约瑟17岁，伊的老爸甲做一领真水的衫，互伊穿，这是代表伊是大囝的身份。但是伊阿兄袂去埃及，伊17岁的人生敢若是跋落来一样。吼，伊的阿兄怨妒伊，甲伊出卖，伊出卖了，伊真无容易，嘛真好运，来到法老王的侍卫长，吼。波提法的厝伫遐做使用人，伊真无容易迄种信任，但是安那伊嘛迄个误会，吼，伊的太太陷害误会，怎关入去甲真做犯人，伊的性命搁再一次真无容易迄种甲重用，但是搁关入甲性命搁再一次搁落落来。伊真无容易伫监狱一站得到州政长甲善司长吼，甲因解梦。但是出监狱了后，即个州政长出监狱了后，甲伊袂记哩。所以伊用肯定你会晓解梦，但是佫用袂记哩。袂记哩了后，当法老做2个梦，毋知影无人通解。州政长较想着讲我伫监牢。有一个会晓解梦的希伯来人咱来甲伊请来解梦看卖啊。所以法老的梦会当用重新用使用着吼，就是约瑟佫重新用使用来解法老的梦。所以当法老来重用约瑟，诚做埃及的重要的官员，伊已经是30岁啦。所以17岁到30岁13年，伊差不多是伫伊人生的即个低潮低潮，伫监狱互误会，互袂记得。当互想起来时，已经人生来到30岁，这就是约瑟人生的曲线叫做微笑曲线。所以当30岁互使用的时，法老甲伊重用的时，已经来到人生的30岁，才有法度实现伊17岁所做迄个梦，伊的阿兄会来拜伊，佮经过7年的丰年，到37岁，到饥荒的年，伊的阿兄才来埃及，讨粮食，才拄着伊的小弟。所以咱看到上帝使用的人，伊的人生无一定就是安那，足顺利，有可能伊的人生有低潮。有高峰。摩西咧，摩西一出世就爱死，为什么？因为法老王讲，哇，这希伯来人哪来哪兴旺袂使，爱叫产婆，叫这个捡者子吼，接生的产婆，爱甲若是希伯来人的查甫囡仔，就爱互伊无命。所以伊一出世，伊是查甫的，就爱无命。但是呢，伊的阿姐，伊的老母，甲伊藏起来，伊生来哇，还佫有喘气，无夭折。但是伊的老母，伊的阿姊甲藏3个月了，藏袂掉，要安怎？只有甲伊放水流，
放伫地，放伫芦苇、芦竹的溪边的所在，毋是真清水的所在，是较浅水的所在。那亲像咱泸州淡水河边，种有芦苇地的所在，放安尼，互伊小可留。结果伊真好运，去拄着法老的查某囝，就是埃及的公主。埃及的公主看到伊要甲捡起来时，伊拄哭，因为伊哭，埃及的公主可怜伊，疼伊，就对水面甲伊摕起来，甲伊舀起来，伊才会当活落来。伊甲3个月尔，伊的人生当几来活，爱死，但是伊先甲伊创3个月又活，放水流。迄个人捡起来，迄个公主甲伊捡起来，伊好，甲伊可怜，因为甲可怜都甲疼，就甲对水面甲伊甲伊扶起来，甲伊捡起来，然后伊就伫王宫生活到40岁。当伊40岁了，离开埃及，到伫旷野，伫旷野的所在去拄着上帝。所以，当人上界荣耀的时，是伊的人生去拄着上帝。原本摩西可能我一生就伫旷野饲羊，伫遐来饲精生过伊的一生。但是伊人生最大的长活，就是伫咧旷野拄着上帝。伊看见刺皮互火烧，煞无完全倒起来，有倒，但是有即个火，但是即个刺皮犹原。佮规丛好好安尼吼，所以叫做焚而不毁的荆棘，就是咱长老教会道教长老教会的标志。真侪世界无共款所在的长老教会，嘛拢用刺皮互火烧，诚做长老教会的标志。所以上帝拣选摩西，这是摩西上界荣耀的时刻。所以愿主赏帮助咱，今仔日。咱看到咱的经节，就是先天以赛亚互上帝竞选的经节。以赛亚讲：“我伫遮，请差遣我。”每一个人互上帝拄着时，你敢会晓用即句话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保罗新约的圣经记载，保罗讲：“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伊阁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伊掠基督徒的业绩阁真好，所以伊的人生拢是伫咧真高峰的所在。但是伊伫大马色拄着耶稣的灵，甲伊启示讲：“我就是你迫害耶稣。”忽然间，伊对骑马伫骑马的马顶跋落来，那人生敢若跋落来，落一个，摔一个，安怎？目睭低暂时会失明，看无。伊讲我到底是拄着什么人？即个光甲伊讲，我就是你迫害的耶稣。伊的人生哪亲像落了即个溪坎一样。但是呢，后来伊拄着耶稣了，改变伊的一生。伊诚做基督徒，嘛诚做宣教师。伊写数十封的保罗的书信。就是咱即马所读新约的经典，对罗马书开始真侪经典拢是保罗伊写互教会的书信，当时用这书信来勉励初代的教会，诚做咱即马所读的经典。上帝想帮助咱，人的一生拄着耶稣了，拄着上帝了，拢有真大的改变。先知以赛亚就是来到伊人生长活的所在，伊人生上大的长活就是伫以赛亚书的第6章。伊是一位祭司，伊每一日爱来到圣殿来侍奉敬拜，来侍奉上帝，来唱歌学乐，来圣殿祈祷。但是即届无相款，伊去拄着上帝，伊去看到异象，伊去看到伊将来无经验的代志。就是伊看到上帝的使者，伊知影讲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坐伫宝座的顶面。这是上帝所重用的罗卜，伫伊人生的长活的所在，去拄着上帝，佮互上帝来呼召。
什么人愿意互我找见？以赛亚讲：我伫遮，请找见我。伊拄着上主，伊拄着上帝互伊的异象，伊看见着西律兵，伊看见着撒拉弗，华语圣经叫撒拉弗，这天使伫圣殿的顶面，佫有6个石仔，哇，遮尔啊美丽的情景，所以伊互上帝甲伊提升，甲伊使用。上帝使用人有伊的步骤吼，上帝有伊使用的方法。上帝使用的人通常拢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伫伊人生的长月会当超车，成做上帝使用的器皿。愿上帝使用帮助咱。当以赛亚拄着这现象的时，伊不安的心得到快乐，伊不安的心去得到快乐。所以先知以赛亚拄着天使的时，哇！咱看这个吼，咱看这张图这彩绘玻璃吼，真水吼。咱在欧洲真侪的圣殿吼，拢有这个彩绘玻璃，就是圣经的故事吼。哇！这6个时代的天使来到伫圣殿的所在，来甲以赛亚提升伊，互伊得到快乐。因为迄年圣经讲是乌西亚王过身的迄年，咱讲王，咱用驾崩啦王咱用驾崩所以有一个笑话讲驾崩是食饭啦所以这王过身去会爱食饭安尼驾崩啊。这王敢若有一个尔对吧？王通常拢做甲安那，做甲死鸟换着因囝做，这叫做王啦王拢做甲死鸟换因囝做，因囝搁换因孙做，这叫做王啦。若总统呢？总统上济做2年8年尔，8年就袂当搁做啊。有的国家的总统是敢做1任啦咱台湾的总统会当连选得连任，所以咱做2年，做2任就袂当搁做啊。今年大选年，明年要选总统所以总统是人选的，王是上帝竞选的。所以当乌西亚王过身了后，迄个时阵，乌西亚王是人民所爱戴的王，因为伊在位有52年。当时以色列算是非常稳定的时阵，国家真丰盛，四周围的国家毋敢来甲伊欺负。但是忽然，这个王过身去了，人民拢非常的伤心甲哀伤，因为遮好的王过身，人民嘛会陷入一个真不安的时刻。所以这个国家的祭司。以赛亚伊来到圣殿，伊的心嘛是不安、惊吓。咱的王过身去也要安怎？所以头前的路毋知要安怎行，所以伊伫不安的时来拄着上帝所差遣的天使。所以当伊来为着即个国家祈祷的时，伊来到国家祈祷的时，王已经无去啊！伊忽然间伊知影讲咱的宝座顶面坐的是上帝，因为上帝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伊忽然间讲，咱的王虽然过身去，但是咱的宝座顶面上帝犹原做王。所以伊看见着即个异象，伊心就安定，伊心就平静，伊的心会动荡，黑暗就无去。所以拄着即个异象了后，咱看到圣经所甲咱记载有天使，这天使的名咱台语改翻译叫西律兵。西律兵这天使就敢若是征战的天使。报佳音的天使叫做加百列来唱歌，亲像咱的圣歌伫安尼唱圣歌伫好吟诗学了主这种天使加百列报好的消息。这西律兵呢，台语改翻做兵这兵就是征战的天使。征战的天使，这个天使出现，就吟诗讲圣哉圣哉圣哉，来唱圣哉圣哉，万军的耶和华上帝，这表示上帝同在，全能的大主宰，
Holy God，Almighty 吼。所以咱看到讲，哇，伊不安的心爱得到即个力量，因为上帝大亏咱的上帝存在，这就是大的恩典，互咱感觉一个有亏咱，伊着安心。第二，上帝提升以赛亚，互伊对肉来变作强。天使对祭坛顶面摕热热的火炭来放伫以赛亚的喙，甲下伫伊的喙顶讲：你的罪除去，你的罪赦免，你的喙唇得着清气，人着得着清气。先知伊是要用伊的喙来服侍上帝，要来服侍主。所以若喙唇无清气，是要安怎服侍人呢？我讲吼，我常常去看迄个去食餐厅吼，你若看到迄杜子山吼，迄步边拢步甲吼，迄喙唇拢红红吼，啊，佮皱起吼，你感觉迄饭就敢食无啥迄落，吼。所以讲，人的喙吼真重要吼，那口气嘛真重要。所以伊若喙无清气，是要安怎服侍人呢？所以天使用火焰来焰即个火炭来下伫伊的喙中，互以赛亚的喙清洁清气。为啥物牧师服是乌的？吼对无？圣歌队服是啥物色的？哦，有白啊，有白领啊，拄侪圣歌队服是白啦，吼。为啥物牧师服是乌的？吼，才是白。因为这个是对以赛亚第六章来火焰的火炭来洁净喙唇，这就是牧师服。一般神父嘛是穿这个类似安尼服装，所以油门是白，牧师服是乌的，吼。牧师服是黑的，吼，那羊毛是白的，所以这是人上界脆弱的所在。上帝对付伊的喙齿。对祭坛顶面的火来洁净伊的口，吼，互伊互改变更新。所以以赛亚拄着上帝，伊毋但看见上帝的宝座，伊阁看见着家己人生是有为的性命来得到改变。所以听见上帝的声，伊愿意接受即个呼召。所以以赛亚伊真正的服侍，只不过是个职务，但是伊听见上帝呼召了。伊愿意将家己当作是祭坛顶面的祭物来互上帝使用。有一个音乐家叫做韩德尔，伊原本是伫英国的王宫来做音乐家，伊就是为这王宫来写做音乐演奏。有一日，伊互国王视头路，伊非常的落魄，非常的失望，伊嘛非常的失志。伊来到泰晤士河伦敦的即个河的顶面桥顶，伊足伤心流目屎。伊讲我规气甲跳落好啊，我着互水来淹死好啊。但是当伊真落魄、真不安、真失志，甚至想要找底命的时，伊听见着教堂的声咧弹。哇！当即个钟声咧弹的时，伊形容讲：哎呀，上帝还阁活咧，所以上帝还阁听伊，伊就紧诶。吼，转去，歹个死啊！吼，伊就转去就对啊！吼，所以伊就感觉讲英国国王有啥物了不起？是上帝才是 King of King， 所以就写弥赛亚。吼，这弥赛亚这条歌的曲就是安尼来。伊讲有一个比英国的国王搁较尊贵，就是弥赛亚，就是主耶稣。所以当伊的性命伊拄着主耶稣的时，伊的性命就无搁相款，伊就改变。所以人生写弥赛亚了，搁互伊变做人生一个事业的高峰，就那亲像即个微笑曲线一样。伊拄着耶稣了，伊写弥赛亚，互伊的人生搁得着一个高峰。所以上帝拣选人，呼召人，嘛呼召人来顺服。所以6章第30讲，才会唱，遐会和。现在，万军的耶和华，伊的阳光充满全地，上帝做成，人要用什么来回应上帝的神圣？各位兄弟姊妹，咱要做的是什么？
咱要用啥物来回应上帝？有个人感觉讲，哦，我就是要安怎安怎，我感觉上界重要就是咱做礼拜，咱会当准时来到圣殿，准时甚至提早来到圣殿，就是看重上帝，甲上帝亲近的时间。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若要真做上帝忠心的仆人，咱会当伫敬拜中间，靠着信心来仰望上帝的面。伫仰望的过程，互咱的信心补养，互咱的信心勇壮，所以愿意为着主来成就上帝国的事，就亲像弥赛亚一样。我伫遮，请找天我。所以上帝拣选摩西，嘛造就伊来训练伊，互伊真做合用的器皿，互伊真做属灵的领袖。上帝甲伊同在，伊就有即个气力来率领以色列百姓来离开埃及，过红海，到伫曠野。所以以色列百姓是无经过训练的，是一群足软弱、软正、那羊仔的百姓，所以爱有一个有牧羊经验的摩西来领导伊。所以上帝嘛训练摩西，借用摩西以各样的工作来磨练伊的脾气、个性、心思。因较早伫埃及嘛是呛的人，伫王宫大汉的人，也是遇着要维护家己的人，去拍死着即个过工的埃及人。民数记12章第3节有讲，摩西的人极其谦卑，赢过世上的众人。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哇，可以说，那我们就知道摩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摩西是谦卑，摩西常常甲主相通，造成伊的谦卑。以赛亚、摩西、约瑟、保罗，这圣经中的人物，拢是互上帝拣选，到回应上帝的呼召，顺服上帝的呼召。咱拄则敬拜了，咱有吟一条歌叫做《荣耀的呼召》。第一句是安怎唱？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怎样圣洁贵重的器皿。所以以赛亚若无圣洁，若无贵重，要安怎做迄个贵重的器皿？所以上帝透过设立兵来去整伊，互伊有丰富丰盛。愿上帝使用帮助咱。最后一句讲，爱活出荣耀的啥？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的向着标杆直跑。那如果说若是讲主要呼召你，你感觉讲我伫遮，请找我；还是讲主啊，我伫遮，请找伊；主啊，我伫遮，请找隔壁的人。毋是，是我伫遮，请你找我。所以6章第8节讲，我搁听见主的声咧甲我讲，我会当找见啥物人去呢？啥物人愿意替我去呢？我伫遮，请找见我。但是上帝要找见你，要去佗？马太福音甲咱讲，有好的种子落伫土里，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有耳孔的着听。你有听见上帝甲你呼召？上帝若甲你呼召，你愿意去？咱就是爱为着主来结果子，有30倍、60倍、100倍。长老教会讲，一个领一个啊，一个若领一个，但100个会变几个？会变几个？200个对。若30倍咧，100个变几个？变3000个哦。所以，愿上帝使用帮助咱，有耳孔的着听，互教会会当来成长，互教会会当有通结果子的人，就是爱回应上帝的呼召，请找见我。其实真简单，无需要，咱得要用香蕉来回应上帝要回应上帝，还要吃香蕉毋是是安怎？毋是即摆香蕉要即摆香蕉还好，若香蕉真俗的时代，紧食香蕉通常拢是安尼。即摆是高丽菜有较俗，都爱紧去买高丽菜。是安怎？咱用香蕉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为什么？为什么？是主，我伫遮，请你找见我。所以上帝呼召人顺服伊，咱用安怎？咱回应上帝的听，
回应什么？就是用金招来回应上帝。金招啦，金招人来信主啦，听有无？用香蕉来回应主，就是金招人来信耶稣，金招人来信主。甲边仔人讲，金招人来信主。所以牧师啊，请你食金蕉，就是安怎？金蕉人来信主。公蕉就是金蕉毋是香蕉，香蕉不能讲那个香蕉咱拢讲金蕉，所以金蕉人来信主。愿上帝帮助咱，这就是咱回应上帝呼召，金蕉人来信主。愿咱的性命会当接受上帝呼召，对咱来做起。关心边仔的人，关心咱的教会，关心咱的圣工，关心咱周报所写，咱嘛拢爱关心。所以伫咱性命转换的所在，互咱会当去听主伫咱的性命所甲咱呼召的声，亲像以赛亚，伊听主差遣呼召伊的声，伊讲我伫遮，请差遣我。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主，愿你施恩帮助阮，互阮的性命会当伫转我的所在来拄着你，来得到改变。愿主，互阮的性命有助你甲阮同在，来引带来帮助阮。互阮的性命真正有助你踮伫阮的内面。阮知圣经所记载的人物，拢有助你甲因同在，互因的性命来得到反转，互因的性命得到提升。当因软弱无助的时，助你来甲因同在，引带施恩帮助因，诚做助你所重用的奴仆。先知以赛亚嘛是伫圣殿来拄着主，伊讲我伫遮，请你差遣我。愿阮嘛会当回应主的呼召，阮伫遮来差遣阮，献上阮的祈祷，献上阮的儿乐，伫你的面前摆咧阮的恳求，拢是奉靠最后所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回应诗121首，那这咱起立，咱吟全首，上帝听他赢过一切。这是咱同心来奉献，请书献的同工准备。
这是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手部下面，请有的加纳伫好的土地，结实有的100倍，有的60倍，有的30倍，有健康的乐听。马太福音13章第8到第9节，下面我来欢迎甲报告。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本会设到150周年庆典活动，目前安排。第一，4月29拜六，同心团契举办马街卡热的即个巡礼。第二，6月18礼拜日下晡设到150周年感恩礼拜。第三，6月22拜四泸州马街日，这中间有导览。第四，9月70礼拜日下晡设到150周年社区分享音乐会，请大家为着以上的聚会献上守望甲祈祷。第二，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大众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咱请兄弟大家关心大道奉献支持。第三，4月23伫个下主日，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请大家兄弟有缘来关心大道。第四，4月29拜六暗时7点40分举行敬拜赞美的即个培训会，讲员甲题目拢写伫咱的周报内底，欢迎兄弟踊跃的参加。第五，教会按算伫5月初7大语堂礼拜结束后，举行暑假韩国3.1教会来泸州的底宣事工，欢迎中职团契会长甲有意愿的做伙参与。讲员是本会的国成牧师，地点伫个教会1楼。第六，教会预算伫个5月14母亲节合堂礼拜后举行亲子家庭的联谊会，欢迎家中有幼婴、学龄前的幼儿甲国小的孩童来参加，欢迎家长带囡仔一同来参加。第七，每礼拜二上午9点半，伫教会有开办即个写毛笔的即个班，咱内容拢写伫周报内底，报名嘛拢写伫个内底，咱看到的，咱有兴趣的，咱即个少年长老来报名。第八，每礼拜三暗时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回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第九，会计报告，请兄弟咱大家看。第十，欢迎新的朋友，今仔日有新的朋友来到咱的教会吗？今仔日无。接着是团契的消息，同心团契伫4月29拜六设到150周年，参计划组主办同心团契协办马街卡地亚的即个巡礼，参访淡江中学、真理大学。即个费用的部分写伫个咱周报内底，报名的部分，同心团契报名，请找婉君姐妹，婉君姐妹，请互大家看一下。婉君，如果是咱会友要报名参与的，咱请即个找即个纯爱姐妹，纯爱姐妹，
嘛你徛起一个，因为有人拢毋知影你是啥，咱找伊报名，费用咱伫个内底咱家己看。4月29东港，咱有派专车伫个楼骹富邦银行遐集合出发，8点半出发，是专车，逾时不候。咱爱炸啥物？咱爱炸身份证、悠游卡、营养水，穿着即个轻便的服装，预算伫个下晡3点来结束。以上。第二，双年团契伫个后主日礼拜长礼拜煞了后，伫1楼开4月份的例会，请兄弟大家参与。接着具体小通。第一，家庭的探访，伫个4月2日，咱要前往秀兰长老的府上来做家庭的探访，主旨伫个写伫个顶悬，咱家己看。咱嘛为着外出做兵的求学、工作的青年来台岛，为着心灵受创的、甲心灵、甲心理忧闷的来台岛，为今仔日泸州设教150周年。来台岛，为着意向、使命、卫生、宣告、福音，祈求上主。所接是教界的消息。5月13拜六上午9点到12点，伫个中会传道部举办初阶中级训练会，专题写伫个。专题第一是你所领受的职分甲职务，你敢有明白？第二，明白你所有的即个职分，甲着体制，甲你当顺服的法规。地点伫个大长坪教会，4月30报名截止。另外补充一个，东兴团契即个马街。教宗巡礼报名是甲今仔日截止。教界消息第2项，第48届东北亚细亚教会宣教协议会定伫个5月15甲10月，伫韩国举办。若有兴趣的，咱用个伫个楼骹公布栏来了解资料。以上。煞只，咱做伙来唱《尾变诗》。尾变诗397首，请起立，愿主赐福保护你。咱吟全首，煞只请牧师为咱代祷，为咱祝祷。愿平安的上帝，互恁一尽正善；愿伫主耶稣基督过来时，互恁得到保全，无通险。愿主耶稣基督有殿杯，上帝听从，圣神甲咱正大家属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